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吼，又要同大家来分享也非常精彩嘅活动，就到也10月份吼，唔但像一日有动到嘅，非常精彩，就係呀台北市嘅客家移民嘉年華又要來開始了。呀，當然客家嘅大事情，還個係啲呀都非客家嘅大事情，台北嘅大事情，同大家來分享哦。故說除咗呀移民嘉年華以外，還有動到呀有關於呀客家嘅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細格先來分享，今日節目呢度有請到嘅來賓係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嘅主任委員齊思煊主委，歡迎。大家好，我係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齊思煊。今日為了大家來介紹一台北市客家嘅活動哦。冇唔錯，盛大歡迎嘅主委來到節目當中，就係來同大家來分享非常多呀印內列嘅活動啊，包含呀台北市嘅客家移民嘉年華，還個呀裝修過後嘅呀台北市客家主題公園，又再過來同大家見面呢。啊，相關有動到內列嘅活動，先來對呀移民嘉年華開始。其實我頭擺一直有一個問題吼，移民機感覺就是第一7月份嗰時嘅事情啊，樣辦會到呀10月份，其實已經拍嚟動久嘅，再個同大家再個複習一下。我跟你講最重要，因為台北市客家移民字典在35年前是開始咧，但是呢，因為近排呢，大家會感覺從咧下台北市是都會區吼，咧盆地，到7月些同年咧吼，大家會開單吼，會封盤，還有會採接，全部食材動業都唔掉的啦。所以大家咧下是，咱們都見到，因為向前是講，哪是講做得好慢調吼，就好冇按年的時間來盤，是可能大家參與嘅因為好多。哇，古時候就一直盤的按多年，都呀都係呀，差唔多10月總嘅時間來舉辦呀台北市，特別係我哋台北市移民季啦，呀它就變做移民嘉年華。啊，今年未窮用我來舉辦，要不然嘅移民嘉年華吼，哇呀，特別的主題叫做客家潮。我也知道董成器，我先講我自己解讀的意思好了，有沒有客家潮？客家嘛，客家潮，然後旁邊還要寫凝聚每一滴汗水，我就覺得好用心哦。要不然個意思係嘛，改主題嘅意思。因為因為最重要係希望講，就因為都回去客家老影響冇強用，特別是本身唔係因為客家影響，但是因為特別是客家鄉親，咱們都咧下有40-50萬嘅客人。按到所以因為就希望講，本台自家裏面是都回客家老影響客家冇強用，還有呢，因為呢一擺客家潮哈，最主要係希望講，本台自家啲講潮流哈，因為客家不單係傳統嘅部分，都回去很見來見流行。成為本台自家的女生，潮流的感覺，還要凝聚每一滴汗水，因為大家都懂辛苦，客家人都身忙大兵啊。故說又愛客家，又要有潮流的感覺。我們從這一次的主視覺，這個藍色高貴藍，就懂有感覺有冇？很多愛後背也得推嘅。也咩係一擺嘅贈品，對不對？呢一擺係今年移民嘉年華都參加嘅鄉親朋友，大家坐喺哪裡？有，這好潮哦！有潮嗎？有潮，真係懂潮，很潮的感覺。應該看到就想去徛一咧去買東西嘅，對不對？所以來參加開單嘅人就做得來拿到，有機會拿到。開單還有採接，全部做得。都做得來拿到，唔過談講限量，冇聽錯有啦，對不對？不知道。但我們物以稀為貴，故說今年嘅移民嘉年華就係有呀客家潮這樣子的主題，唔過相關有動到嘅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請主委同大家講一下10月22號。好，因為10月22到24號，22號嘅部分因為係養生嚇，養生，所以因為呢一擺呢因為係35周年，所以呢一擺因為是要強到因為35件姜苗來參加。頭擺冇按到吧？冇按到，過去呢因為差唔多平常是19件個姜苗來參與。所以呢一擺係35周年35件。因為姜苗來移民來參與來因為祈福。哇，
鼓手又增加这个规模了，鼓手公司睇看到佢场面会喊卡冇汹涌哦。你还是可能就加前3年落去参与的吼，你系巡演22号，喺巡演23号是喺最主要的。22号阳春日后，就按筹，有安坐大典，按筹日后，22号下晝，还有够特别学手就有够绕班，还有舞蹈班哈，高有重性哈，我们台北客家教育中心地北，所以又已经先比预赛过，又入选的。好，是来参与决赛。很会选 talk 歌，比决赛，在移民港演法比决赛。提醒你下就还是决赛。哦。还有那还22号、23号呢？早先挑是为开蛋，挑蛋奉饭。始终是两时间围绕全程一起挑蛋。哦，始终因为穷下行的，当年他都参加。哦，今年第8还第9届、第9次了哈，所以今年基本每让穷下开蛋。开蛋之后，出发系到主题公园开始哈，主题公园开始之后，是挑蛋行到主要场地系中正纪念堂。哦，要不要去中正纪念堂了？嗯。来到了之后呢，11点时开始有主祭大典。嗯。好，主祭大典之后呢，还开始还有其他的表演献艺。到下晝呢，是开始有彩街。哦，这个大家也很期待的彩街，对。今年的彩街好，老个小猫强容。今年因为希望个汉娜岛的后生人做得来认识客家，了解客家，做得来参与客家法通，所以今年呢是绕墙台这个夯岛这个西门町。什么？这次的路线这么有趣，鼓手黑杭到西门町去这个青岛后生人聚集的地方。鼓手就算没去哈行跟人家都跟木族可能没会不样踩街的团队吸引到的，就可以他们个事情按到捏有吗？哦，那个装扮这么的漂亮，鼓手听下可能就会不影响到啊，就可以他讲真的也还蛮该发通啊，就会对他产生好奇，所以这是你们的企图心。没错，还有200呢，这个我们的踩街的第一队最夯最挑千谁200绕墙斗景美女中乐仪队。200乐旗队为除了咱们都已经绕强下来行，哇！从中正纪念堂就浩浩荡荡走到西门町。哇塞，呀嘿，T100行到西门町吧？T100嘿。对啊，我就记得头摆模要到路线啊。好这算是很大的挑战哦。鼓手吼，你就等看呐，看当时那个西门町的年轻人有没有被吸引到目光的。200还有踩街之后呢的同时啊，2點出發行到西門町，2點半到中正纪念堂地北，还是开始入这个街舞大赛。好潮哦！在移民港演法办街舞比赛。那这次街舞比赛有抢都会团出唐公都懂腔。嘿，200是希望绕墙都全台湾好动入名的吼的街舞一些街舞团队，向下来邀请赛，好希望讲去到的。让客家音乐跟客家音乐可以结合在一起。鼓手他底下就听说用客家跟音乐来结合街舞喽。哇，所以如果在西门町看到这个踩街的队伍，可能就坐在天灯行，因为行到顺通的中正纪念堂就坐在来看精彩的街舞比赛，对不对？没错。哦，原来你们都规划好了。因为200是最希望绕墙有上音强下来参与。真的。还有呢，踩街走转了一条很多街舞大赛，撒下来还有俺不挑，还有艺文的表演。有，就汹涌，还有懂得精彩跟艺文的表演，也是一整天的活动，听起来有点累哎。会到晚上8、9点。马拉松式的活动，我们就跟移民汹涌会上忙打标参加移民嘉年华，很丰富的过程。我们讲唔单像按呢，今年还特别改新的内容，这个亲自开单头摆。就一次都有啊，唔过今年扩大来举办，对不对？我想最重要因为都回去，因为感觉个俩下哦，传承客家的意念，冇咁简单。因为真正就特别是台之家讲翻译。讲日文的音还好多哈，但是上来本台之家来学讲哈，是希望讲拉二后上拉二捞声音，好，强下来参与，所以200呢，亲自挑担。特别扩大举办，希望绕墙好逗哎，亲子一起来参加，好可爱哦！鼓手夹到上标码的东西都夹到给当地路都走的。牛奶糖啊，乖乖啊，咱给买很多声音，最好是不用咱们豆豆干，然后挑的时间还问跟爸爸妈妈讲，可以吃了没？
怎么那么可爱呀？会不会跳到中正纪念堂底部就没东西？有可能，空空就轻了，就很轻了。好可爱哦！古时候泰雅就做得来参加，要不然是有补助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有补助这个弹头的这个一些等于买一些弹头的内容。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参加，要不然嘅台北市客家移民感染法，唔但像安尼，唔但像你也得去参加听听哦，还有世界各地嘅人穷下来参加，这次也跟去年一样，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是用这个直播的方式来全球连线。嘿，那你两摆呢？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那时候有限制人数，就是你判发动好像500人以内，不能超过500人。500人，那个团拜的公庙都不够了。都不够，所以两摆呢，因为去年可以学因此绕墙全世界5大洲，还有十几个国家，所有乡亲朋友哈，佢客家沙屯。佢哋來參加都很爽，線上來參加，所以去年體育擺來盤以後，佢哋全世界因為客家沙屯，佢哋未講不動盛起，所以今年是有沒有來問，因講，今年還有連線麼？因講有啊，不然讓佢哋強下來參與，所以因最主要聽營業第2天的主機大典，對，還有下晝誒因彩街，還有因藝文展演。全部就線上直播，昨天不應可能到。哇！古時候大家聽錯愛，唔但請人都去參加，喺個冇辦法參加，做哋同樣嘅國外嘅朋友講，做哋線上一起來參加。10月22號一直到10月24號都有中正紀念堂，歡迎大家來參加客家移民感染法哦。等下還有韓國度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好，歡迎大家又真到福氣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下青河教嘅發同學1連3日啦，10月22號到10月24號，歡迎大家都有中正紀念堂來參加呀，特別是客家移民感染法，睇你按多年咧，越來越流行，越來越好看，越來越精彩吼！唔但像按你周邊還有當多嘅發同包含呀，哇！我知道這件東西行誒。客家洗腦歌，你們就是一定是看到現在小朋友很喜歡在那個社群網站有沒有 cover 呀的後堂有洗腦嘅音樂啊，就緊跳。聽說示範影片主委要跳，正在練習中，練下都該好些。今天還沒有練好，所以今天沒辦法示範，不然阿權妹硬要當上來看。要洗腦歌係要擺貼片唱音來下誒。係，因為兩擺呢最主要希望講後生人全部做得嚟參與，因為客家嘅文化。我拄到，因為特別是拄到一隻最大嘅問題是講，因為咱們到體育台裏頭特別是嘅，因為客家鄉親，因為打拼，咱們但是佢哋唔記得講，還會監記嘅聲音會講下。變成講你下聲音，你下聲音大部分唔會講下，所以我看到60歲以上嘅，因為客家鄉親差唔多9成5全部都在講下會，但是到第2胎差唔多20歲到50歲，唔會講下會可能只有2成。好，你變成講，你係其實還是下來下係後生嘅，因為你下學教就高。但是呢，若是講不下冇講冇教，見到佢唔會講，所以呢一擺呢，應希望講後生人全部都參與，會感覺動聲氣，所以呢一擺 cover 吼，這個洗腦歌應該感覺動，可能聲音讓不下吼阿公後生嘅拉位，你就做啲強下來參與。韓國一個誒，我剛好有聽嘅一下，真嘅係很洗腦誒，就心懵誒，就要跳舞，但那個舞也很難，我也不太會，沒有不是很難，可能我舞蹈細胞不太好。那請主委好好練習，再教我跳，對不對？因為這個 cover 是有獎金的哦，要獎金還不少哎，對不對？係，因為兩擺呢，主要係希望講，所有的參與嘅後生朋友呢，佢哋其實可能本身對跳街舞有興趣，哈，也係講佢哋對個那個洗腦歌呢有那個特別的唱腔，哈，還有呢，佢哋做得很大幾個強下參與，所以兩擺除了1、2、3名，還有一個好特別是客家召集獎，客家召集獎人多勢眾啦，引鬥就不養啦，對不對？而且他這個
人数最多者胜出6 V 哈，有6个名额哈，各5000元呢。所以你只要找到够多人，就会拿5000元。这么好，那要怎么参加呢？就是你要第一个上传你的 cover 影片到 IG 或者是 FB 这些社群的平台，喊过这个 at 要这个标记一下台北客家官方账号，还有或者是 hashtag 台北哈嘎。#哈卡 cover dance 哦，好有趣哦！所以它就是很直接，就是要大家推广客家，对不对？因为希望讲台这个不感觉客家歌莫按困难，客家歌不困难，而且客家歌跳起来也很嗨，而且很可爱。那我更期待主委跳的。超期待，顺便减肥一下。对，我觉得可以，因为我刚刚看那个动作有 U 片、走片、U 片、走片，手忙脚乱的，应该会瘦哦。难度蛮高的。我也要来跳一下。古早分享台甲琼下来 cover 亚述歌的很多新梦，超冇上传 UGV 都能拿到奖金哦。丰富的内容唔单止按你撒下来吼，加他讲说的这个移民感演法，撒下来我来讲下这个特别是他个主题公演吼，张修花的3年的时间，又爱再过来开幕的，对不对？对，好不容易等好久了。一运动球，因为2019年开始是修馆，哦，上来来涨，因为这3栋建筑物都3年内哦。终于要完工了。本来没有想说会涨安 Q 哎。嘿，本来因为走的先要感觉差不多2年浪是走的，但是梦想都打开了开始走以后，哦，原来难度还蛮高的。对，鼓手整个重新修复，而且还增加了新的重手，是浪漫的地方。我听到名字我就喜欢了，它叫空中美术馆。嘿，因为礼拜哈卡主题公园地部有3栋建筑，一个是文化中心、戏剧中心、戏剧中心，还有生活馆。那文化中心礼拜是本来是4层楼，还有就停536哈，第5楼，因为5楼增加了一个400多坪的展览空间。哇！所以因讲两部分主要是希望讲走当代客家的各种展览，没走的这个叫做什么走秀。该不走，因为很宽，然后还有这个都400多坪这样子一览无遗哈，那很不错。然后没走的走秀，走的盘发通，主要呢因为希望讲全部流行的，因为他家流行的部分走的都俩停展流量。哇，为了爱娘家呀，这个开幕其实有一系列的发通，非常的丰富，而且有非常多赠品要赠送大家。我们先请主委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开馆的活动，好不好？马给时间哦。因为10月15号，10月15号是我们的开馆日。哇！那10月15号日后呢，因为是有一连串20几场活动。很多，我看到密麻的字。还是要昨天看到俩死动动。因为10月15开始。以前啊，10月15以前本身我们就有一些暖场活动。好，那10月15当天是开馆。开馆概念呢，因为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传统部分，其实因为就安龙谢土仪式。哇，这个也要做。他传统的部分上会本大家看到，还有呢，看到就空中美术馆要展览会开始啊。那接着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客家表演。还有呢，当天概念还有最重要是我们最美的客家市集。最美的客家市集，我们小合成市集的概念有2天，10月15到10月16，是到主题公园最美客家市集，每一个摊位你都想打卡。天哪，怎么那么棒？还想拍照？哇，对，所以就是要打造完美圣地就对了。还有呢，还有这个客家美食要开始，因为赌公有第3栋建筑生活馆，对，因为生活馆是该还没开始整修之以前，那个餐厅就已经是因为特别是最有名的客家传统的。对，以前我早期的时候，点班因为要订这个位置都订不到，真的哦，哇，那时候只有十几桌，10出头桌，点班会听全部听不到，还有打电话对摆头街，摸简单，200呢，因为掌
个日吼可以容纳超过20桌。哇，古时候睇个做丰盛的喜色呀，客家嘅美食，客家嘅料理。对，所以台积家来到咧，可能体质好高兴哦，你看串烫嘿，帮我们招大家来认识客家很重要的福利收重要的。有，我有觉得主委真给非常show的老呀，整个场馆的东西推荐本台噶，你快讲不完了，来我们的活动。因为两百会馆的部分哈，有5大主题哈，其实系动展条的表演。表演，展到表演，台家可能有戏剧、有音乐哈，所以台家可能从儿童剧哈，还有环境剧场，还有客家音乐会哈，还有呢来去学搞哈，来去玩学到搞哈，这个有这个市集哦，还有这个农水的部分哈，从茶山水田啊，还有工作坊全部走的，还有呢展览。哈，有艺术将哈，艺术将哈，那这里面有好多个展览，其实文化中心该5楼的这最大展哦，400平的空中美术馆，第3楼有这个艺术家创作展，哇，好第10楼一楼呢是台北客家展览，就是专门针对台北客家都会客家的展览，所以这是文化中心地位。体育中心呢，还有五感体验展，很丰富哎，而且这一次的展览还有一个主题叫做光荣，不是这个公勇跟公勇，不是这个光荣，对，这一次是光荣，要共荣哈，这个光荣就是那个容是容貌的容哈，认为呢，台家可能要死，我感觉到这个客家的客很像，好像哦，而且是不是刻意字体有稍微调整，让它有一点点像？我们刚刚有看到照片，嘿，人家光荣，人其实系上的本台家地讲，台北市客家乡亲来打表，台家很努力哦，那也这个我们客家的文化很值得，我们觉得很光荣啊。那就是荣耀的荣，但是呢，大家听你的这个容貌的容，因为我们这整个空间重新整修了，新的容貌给大家看到。哇，好有意思哦！对，所以这是展览的部分。那再来呢，台积美可能我们还有展览豆手作体验，统手统标。这个你们潘董的韩国手语跟发通全部都非常的受欢迎，听说已经额满了。我们现在开了几十场，不过陆陆续续一车都不会有按勇跟发通，台港州的来管出呀，台北市亚丢给这个脸书啊，其实上面都有非常多资讯。对，那其实刚刚有讲到有暖场的活动，而且是暖场的活动，唐共助比气感妹非常中意，对不对？你看，暖场有好几个，有这个儿童剧儿童的偶剧，每日日乐会全部系芒可以管日签死来盘，上个本台之下来面试过主题公园可以管类。听嘞最后，台之下可能有一个客家美食冻后式。那我们这次会有两个部分，一家是串烫餐厅的部分，大家串烫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次呢餐厅里的这个主厨呢其实客家炒妞就客家小炒的冠军。哇！冠军哦！然后听呢，去比赛得过好几次冠军，然后听呢，客家本人没打条命。哇，按枪按优秀，所以有刚刚按到嘅表演，这么多的活动，大家全部就做在松阳去查询，所以有几多嘅发通，大家就做在去参加哦。唔过还有同多内容爱同大家来分享，我讲唔出嚟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来。好，欢迎大家又做到福起来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特別是客家師傅曲客家師傅委員會也10月有非常多嘅活動，包含10月22到10月24嘅客家移民嘉年華，韓國也10月15號也裝修過後嘅新港澳來開幕，同大家來見面了。家下有講到按樣喜妙嘅非常多一系列嘅活動，其實還蠻少。刚刚有讲到也好吃的东西，阿 Q 们爱就挺好吃的东西。大家知道我是吃货嘛，对不对？而且这一次的餐厅
我对它有好多的好奇哦。它叫做土星咖啡。嘿，一家系串烫，一家系咖啡馆。哦，有两哎，串烫的部分是过主要的传统客家菜。是厉害，刚刚有讲到炒肉第一名，扮演没第一名哎。现在讲隔壁的咖啡。咖啡馆系到文化中心1楼。哦。是希望我们参加都会客家的展览的时候，同时可以又一服类喝到咖啡，好棒哦！跟新年的hin都不会草皮玩啊，遛小孩啊，爸爸妈妈就是浪漫的喝个咖啡。没错。这个菜单看起来蛮特别的耶。嘿，咱提这个介绍，因为两摆土星咖啡本来去到永康街有开一家主要是推广这个土耳其咖啡，但是两的挑价是客家子弟。哇！我们客家子弟，而且它的咖啡做得非常有名两摆呢，基本希望讲，因为这个客家子弟，上会来到主题公园来推广一些客家的元素的咖啡，所以到了台家主要看到大家就这个桂花酿的拿铁还有这个擂茶咖啡，对，没有金吉的罗马咖啡，金吉就客家的嘛，对不对？几种所以大家咖啡饮料部分还有东方美人茶，应该捧凤茶，哇，还有吃的部分还有这个金吉的千层派。这听起来也是很特别的结合哎，还有擂茶米布丁，米布丁就是土耳其的东西，要懂是用饮食狗，因为如果不是去异国餐厅，其实吃不太到米布丁这个东西。很好吃，应该就起司狗。真的，你让擂茶给它落去是好吃的，很好吃，真的。糖豆还有人是。我流出来呀！所以来这个可以让那些做的来看一下，土星咖啡。因为是10月15号开始当做的，刚开始。那一天开始，刚刚开始。哦，所以大家做的去参加看展览嘛，看表演呐，是好吃的东西呀，非常的多年。人家除的展览嘅东西讲的当多，不过人家表演还个音乐会还蛮讲说。好，可以管的时间以前是先来安排音乐会。上来来推广本台这个地讲，主题公园可以管嘞所以呢，台这个10月7号台这个可能10月7号先偷跑的活动，就先入了畅想世界Hakka World 最主要上会绕墙某强荣的不同国家的歌手啊，还有从台这个可能的跟音还有某来表演Hakka 人记得来从Hakka歌。哇！因为最主要上一本台这个地方全世界，不但是台湾，不但是大陆，还有全世界1万多个国家，全部用音会讲哈，还有1万多人都欣赏客家音乐。对，客家音乐，其实去到世界各地，大家听到客家嘅音乐都会知道，当地片可能自家。就住到台湾，东接聽到，可能唔可以貼片有感覺，唔過冇想到老亞客家嘅音樂傳到世界各地，其實大家是回響很好的。係啊，2-3年前咪係到中正紀念堂辦移民概念發現繞牆到葛萊美獎得主，2位葛萊美獎得主來台灣去表演客家音樂，記到提出擺到外國聽到客家音樂，其實講叫佢來台灣來表演。天哪，我起雞皮疙瘩我覺得好感動哦，動感通。咱徐聰老台這樣講，真正會對設計客家音樂有信心，要有信心，很棒，我們的音樂很棒。我們要光榮。沒錯。對不對？還有另一個台這個看到10月14號10月14號也是還沒開館前一天還有一隻音樂會是台灣潮客Young Taiwan，最主要因為禮拜希望後生人來參與，所以禮拜是繞牆咱們都很流行的團隊從客家流行歌曲的團隊本地來表演，希望講帶動這個讓大家覺得客家的都會客家的音樂都會客家音樂動流行。唔錯呀，10月7號同10月14號，大家就做得來參加。參加睇呀音樂會以後呀，10月15號就做去參加開幕嘅。呀，開幕有動到東西好難誒，可能要做好那個像是卡牌的東西啊，可能感覺想會拿起來搞看啊，而且裡面上面的字，一向都同客家都有關係呢。係，禮拜呢，老大家介紹一下，開館的時間即10月15號，台這個哪是講來到主題公園打卡台這個就是標記的臉書上打卡，是昨天拿到紀念品你也是客家的桌遊
哦，你还用去七架绕墙的太后的客家的字体，自己研发的。安都不会买唔到哎，卖唔到，这是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品。哇，是爱开幕，去到几片打卡就做拿得到。有限量吗？好想要。有啊，有限量，所以要快一点。那这个台下来是不？你希望讲所有来参与的朋友哈，那到咧多转去咪做得到，也亲戚朋友、领茶和成员，那几条强下来搞嘅这个桌游，你地咪全部就搞咱们都系客家词哈，像台下看到咱们都哈，砂糖，还有糯米啊，糯米嘿。其实这很有趣，因为大家都知道亚裔 book 的桌游非常的盛行，懂生意呢就懂好搞这样子的桌游。如果透过这样子的桌游给他的做的一片稿啊，可以获得娱乐，韩国又做了一片好多哈嘎发，其实是非常有这个教育意义哦。你们真的很聪明耶！对呀，但是仅仅要推广客家，就是要想办法。对，然后笋后那个杯垫也是我觉得很漂亮的完美杯垫吧，这个听错不能台下讲。这最近很红哎。嘿，这个两摆呢，希望讲台下哪是讲两新嘅新号开馆以后，来到主题公园，咱们都发通，但发通地北又有一个活动，地北是就送了这个传统的这个窗花杯垫。对，我们超呀正经懂讲，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唔过呢，嘿，马街发通会送呀只杯垫，大家做得上面去看吼。我们只要关注这个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家的个面书，就做得了解到懂到相关的资讯。嘅当年啊，呀，台北市客家主题公园都呀下，其实皮嘅大家东冲东叫嘅事件，我去噶咩係，我記得我7、8年前將來客家電視台做這個事件，我就有去參加嘅移民感染法。你看，就連我就同樣客家主題公園有按多嘅這個淵源跟這麼多的回應，我相信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們共用。鼓手後，亞擺咩 TPL 有這個慶生的活動，請諸位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我想老太要報告，因為特別是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開展呢最早開展是係18年，好，民國18年10月15號，11年，11年前，所以兩擺呢，嘟好18日11年，10月15號為這個開館咧，所以呢，是繞牆，今年18年10月15號。出世嘅，好出生的小朋友呢，也係11歲咧，來參加今年來報名來參加慶生活動，你係聽日，好，聽日咧，你認為你18年10月15號到你下11年加起來係4015天啊，所以兩擺呢，是要繞牆，就所有來個主題公園參與發通，或者每日來。聊過哎哈，所有兄弟們就有照相的，把照相收集起來哈，昨天跟我們一起把收集這4015張照片，我們會把它做成一幅畫。哇呀，4位老師嘅相片、相傳都名錄上，就做得來參加亞發通誒，對不對？那如果你嘟後係18年10月15號出世嘅這個現在是11歲的小朋友，咩分享呀的同亞台北市客家主題文化公園共下來過生日咯，過11歲嘅生日，這真的是很有意義的活動誒，這就是一起11歲的感覺。我都覺得啊，為什麼我們那麼早出生呢？你現在也想回到11歲，對不對？真件非常非常嘅精彩，鼓手同大家來分享也按到嘅內容哦。啊，唔過我相信呀，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一直都同用心做呀都非客家嘅事情。前一部嘅唐公助理妹有看到一類這個親子偶劇，是非常的有意義的。我沒想到講，原來偶劇都得用按樣嘅主題，它不單只是有趣，也很懂有高有嘅意思，對不對？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兩擺呢有兩出的這個親子劇偶劇，其實係妮妮的小秘密，然後聽你係東東的第一次飛行，東東係體質白不一樣哈。那像你兩隻戲劇，最主要妮妮的小秘密是係告聲音，女士去改身體認性體了解自己身體，然後我們是身體都會有一些隱私部位，我們也不希望人家接觸。但是咱們都拉愛，好，有上拉愛，台灣他們地公有辦會告聲音，怎麼樣告訴他們要保護自己。
好，因为现在有些时候大家不懂得表达，所以大家用那偶句哈，您讲喜剧来告诉您讲，如果你被有一些不适当的这个触碰，你感冒不舒服哈，冒犯题还是要说出来，可以表达出来。这对很多家长这次参加日后吼，咱们都然后是讲，哦，你就让一停手，交俾成对，年要当中要能夠用客家嘅方式，同呀輕鬆嘅概念同大家來分享。唔過吼，節目嘅親密一段時間，我邀請主委同埋強下來參加。一起快問快答哦，這個我們這一次是一個挑戰哦，我隨便抽一個本主委來挑戰一下，好強哦！來，主委唱開始。好，我要照着念哦。對，客家話。路向我，路好絕路。哎呦，絕路迎迎上街，路好嘟到路賣我賣路。我玩路玩我，天哪！可以啦，我抽到一個最長的，哇，好難哦！這個沒有蕊過，係現場靠主委嘅哦。好，大家掌聲為主委鼓勵一下。咩什麼主委來到節目地度來參加吼，嚟留言，還個同大家來分享。10月22到10月24日，特別是客家移民嘉年華，還個10月15號，分享大家來參加主題公演嘅開幕哦。謝謝主委，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聽下來看法律4單元哦。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行過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